台湾的关怀系统标准是由林玛丽医生所推动的。今日台北马街病院有一个女性文化地标的揭牌活动，就要来感谢林玛丽医生团队的奉献。摆面的都样有台湾书会之母称号的林玛丽医师，甲伊所带领的团队，顶悬阁有一类菊花，象征女性勤食苦甲坚强的一面，嘛是这站会考的女子兵团的写照。叫风中的波斯菊，就是讲玛丽医生，伊的一生内底无足顺遂，伊经过困难，经过失败，经过很多的责难哈，但是他就是永不退却。自30几年前开始，林玛丽医师甲伊的团队做伙建立台湾的书会标准，互关会观念愈来愈普遍。早期的台湾有会局卖会现象，才豆豆消息，嘛降低书会风险。即摆伫台北马街病院的检验科头前立牌，要互外界知影，即阵点点付出的人。一般迄个女性所做的工课，普通所做的努力，拢无人甲你认定啦，即放即个地标落去，来互大家会记住有即个代志。我感觉这对女性的即个权益有帮助。文化总会女性文化地标是希望女性伫社会努力受到外界重视。这点林表示，希望林玛丽团队家母带囝仔精神会当延续落去。记者田阿文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